新竹市中央路过去是专门卖农药甲菜菜所在，当往的时阵上侪有20外间，时代伫咧改变，即马只剩2间尔。其中这新兴农药菜菜行最近甲这店面用木造重新设计，那生意平英国更较好，也成功甲店面转型。来到新竹旧城区的中央路，不少老新竹人对这充满记忆，尤其是做餐人。若要买农药掺菜菜，一定拢会来到这。上济时有20外间，后来时代改变，即马搁咧卖的店家只剩2间。这卖菜菜吼，敢若迄时机若到吼，袂输迄插大菜市的，很热闹就对了。其中这间新兴农药菜菜行，1920年成立，到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。最近透过商圈再造计划，甲店面重新营造出无同款的风格。目前把已经到第5代，继续来经营。到国外去，尤其像日本，他们那个商店让人家就觉得，不管他们卖什么东西，即使是卖米，好那种小杂货，你就会觉得他那个空间、那个容器都让人家很吸引人。对，那我们就希望，我们觉得我们种子很漂亮，五颜六色，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说，有像日本购物的那种感觉。小时候印象就感觉。要摸泥土，觉得有点脏脏的感觉，对。然后后来接触到植物这一块，我会觉得种植物的那种成就感很特别啦。头家讲，经过改造了，确实吸引真侪新的人客，经过店面的时，较愿意停落来看。未来也希望旧城商圈会当恢复过去的风采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